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宝座前来敬拜他。谢谢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给我们不一样的经历。也许你的生命常常经历的艰难、困苦的事情，也许你的生命常常在喜乐当中。不管如何，不论在顺境，不论在逆境，神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神都是我们最好最大的帮助。让我们将自己摆上，我们现在安静自己的心，待会我们要用一首歌来开始敬拜他。但是在敬拜前，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先安静自己，在神的面前。在你的面前，将自己摆上。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气。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经历高山低谷。主，在每一次的高山或低谷当中，我们相信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你是带领我们往前走的神。主，我们特别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与每一位会众同在，帮助我们勇敢地面对每一次的困难，勇敢地让我们知道更多的有信心去面对我们每一次的困难，让我们知道神你一直都在，你并没有答应我们天色常蓝，但是在每一次的光景当中，你都是陪伴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前面的道路，将我们自己摆上在神灵的面前，让我们更多的将自己摆上，更多的连结在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们，我们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须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
将你的圣殿下来，为你慈爱和诚实者赞美你。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无求时，你必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不求时，你必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弟兄姐妹，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歌颂耶和华的作为，我们来歌颂他的慈爱。我们开口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哦，主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向你来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你从困苦患难当中将我们救活，给我们新的看见，新的盼望。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将恩典与祝福放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就是要来感谢你，我们就是要来称谢你，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你的奇妙作为，使我们不再继续在罪中打转，不再害怕失去。主啊，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求
是你必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主啊，你是配得称颂的神，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你，我们要用全心全人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万物都要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你是我江山，是我唯一所爱慕。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是我满足。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所有救恩喜乐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使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十架在前面，
拜你，在荣耀之中，揭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揭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神的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划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俯伏敬拜你，我神王。揭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揭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神的运行，为国度降临，在诸天各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俯伏敬拜你，我主我王。揭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经过你的同在，揭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如云彩充满，如火焰燃烧，神的光彩照亮黑暗。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连齐全的震动万国。揭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揭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揭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揭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是的，主啊，我们在敬拜，在你的荣耀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从神来满满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感谢你，让这个礼拜虽然有寒流来，但是也赐下了春雨，让我们看见
万物开始生长，欣欣向荣。主啊，我们的生命也要一样，被神的属灵的雨水所浇灌，恩典也浇灌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今天来迎接福音主日，要透过神的使女来分享见证，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当中，你的生命、能力、保守、恩典都满满跟我们同在。求神亲自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透过诗歌、祷告，你的话语得到满满的祝福。神啊，也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从神得到属灵的启示，得着力量，得着神的智慧。我们在你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在主手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我们要用主所教导的新的诫命一起齐念新的诫命，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阿们。我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节是诗篇30篇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喜乐，使我的灵歌颂你，不至缄默。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今天要献唱的诗歌是《不要放弃》。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路口，不要徘徊。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张大眼睛看，神要开路啦！打开心胸吧，神要扩张啦！张开眼睛看，神要开路啦！大声宣告吧，神要扩张啦！
紧紧抓住它，就会有希望。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呀！哈利路亚！感谢江老师指导圣歌队，用美好的歌声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江怡君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他生命的见证，从哀哭到跳舞。江老师是我的大学同学，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就是非常的美丽，而且有着天使般很漂亮的很美的歌声。那他这2年，他常常受邀到教会的机构来做音乐的见证分享，也有帮助很多人因为这样来得到激励，得到造就。我们现在就以掌声来欢迎江老师。富强教会的兄弟姐妹早安！首先要谢谢林清和牧师的邀请，让我能够与圣歌队一起歌唱赞美、颂赞我们的神，也有机会在主日献诗，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慈爱的主，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再次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亲自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上帝你的话语，借着你所安排孩子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牧师的阿们最大声。刚刚说到见证啊，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向别人说过你自己的见证呢？牧师说有。好。但是其实我以前好喜欢听别人说见证，也很爱看圣经故事，只不过看完以后都觉得那些见证都真的写在圣经里，也真的发生在别人身上。可是我好像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也很好奇，听到神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感觉？经历神的拯救，跟神对话又是什么样子呢？在见证开始前，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江怡君，是蔡奇阿苗第一名。在教会大家都称我英妮老师。从小到大，我就立志成为一位歌声优美、琴艺高超的音乐家。所以我很努力，也很幸运的一路走来，有家人的支持学音乐，也一步一步前往所谓成功的路上前进。那蒙神恩典，在美国获得全额奖学金，于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取得音乐艺术博士学位。现任台南大学台南神学院音乐系兼任助理教授，也在新竹马街医院担任员工圣歌队指挥，客家圣乐团，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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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致力于音乐专业能力，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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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己看。我在医学界也常常举办音乐会，企业界跟医学界都有举办音乐会和音乐治疗的讲座。那以上是我去演讲时用的自我介绍版。好，今天我不是来演讲，我是来讲见证的。但顶着博士头衔的我被打回原形，也有另外的双重身份。我在家呢，也是煮饭的欧巴桑，我要洗衣服，也是清洁工，早上疯狂叫小孩起床，送孩子上学，盯着生活作息的保姆，一样跟着邻居追垃圾车。同时，我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也是2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你刚刚不是正迈向成功之路吗？怎么现在突然变成孤儿寡母了呢？这中间的变化好像在演8点档连续剧一样，真的很狗血哦。但是我不是编剧，一切要从认识神开始。
现在我身边虽然有很多基督徒朋友，但年轻的时候一直没有遇到人跟我传福音，直到上大学时才遇见传福音的人，后来成为我的先生。1998年在 Boston 受洗归入主名下，在美国从 Boston 到 Minnesota 留学共10年，日子说长不长，但是离乡背景的又住在世界上最冷的明州，一年有6个月冰天雪地，最冷到零下50度。所以这种16度对我来说很温暖哈。极度的气候使我非常想念台湾温暖的家乡，乡愁很严重。那还好有教会团契，传播着神的爱，让我们留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过节，也能够隔着太平洋吃到台湾味的这个台湾菜。2007年我完成学位回到台湾，正巧遇到了经济风暴。然而神从来没忘记我们，生活没有缺乏过，经常感恩我们活在一个太平盛世、没有重大天灾的台湾，更不是活在中东或者是乌克兰战火中，要逃避子弹的攻击，或者这个欧洲难民的逃亡。经常为此而感谢赞美神。直到2011年，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孩子的爸突然说无法跟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离家出走，很尴尬的把我留在父家。次年，我娘家的父亲也诊断出罹患肺腺癌，在很短暂的半年内，我不得已的搬了3次家，每一次都是一场很辛苦的断舍离。最后，我决定带着孩子从高雄回到新竹的娘家，照顾经常需要人陪伴到林口做化疗的父亲。陪伴爸爸化疗跟安宁过程非常艰辛难熬，但是最辛苦的莫过于内心里面的情感的伤痛。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一个跟你生活了20年的人，突然消失了，一点都没有 clue， 没有这个概念，无法沟通，不能对谈，你也找不到人，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未爆弹，随时会炸开，你不知道跟谁说，也不敢说，只能向神倾诉，甚至也不确定上帝有没有在听。每天不断的流眼泪，但是我还是要工作、教学、演唱、带孩子，陪着生病的家人，我只好勉强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白天戴着面具，强颜欢笑的教学演唱，一回到家就悲从中来，伤心又不能让家人看见，更不能让孩子看见。他就说：“妈妈，你怎么掉眼泪了？”我就赶快把眼泪擦掉。现在回想，其实不知道那时候日子怎么过的。陪伴父亲从他自己可以行走去看医生，到跛脚拄拐杖，然后辅助器，到需要人家推轮椅看诊，最后住进安宁病房。爸爸在我回新竹后2年回天家。这些事一发生的时候，奇妙的神让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在火车头教会带圣歌队的时候，有一位淑芳姐妹见证她怎么样信主、认识主、倚靠神，从破裂的婚姻中走出来。圣灵让她的前夫怎么样遇见神，全家都变成了基督徒。于是我鼓起勇气打电话向她求救。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我的属灵好朋友、属灵导师，每天被我缠着一直问。我们最常讲电话，赖电话可以打到1个多钟头。事情怎么会变这样？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该怎么办？我很惭愧地说，那时候我的脸皮真的太薄了，我没有办法独自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经常求主把我的生命带走。还好，上帝给我一个凡事要计划完整才会去行动的个性。如果这个方式不会成功，又把自己搞得半生不死的，那再想想下一个去世的方法好了。虽然每天都不想面对明天的太阳，希望一觉起来只不过是噩梦，可是这一切却真真实实的发生了。每天好像行尸走肉，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这些不好的念头被我的淑芳姐知道了，她很心疼地告诉我：上帝这么爱我，我怎么会为了一个不珍惜我的人而轻生呢？这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若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有一天，我听到这首诗歌，我突然觉得好惭愧。我自己教的是古典音乐相关的音乐治疗，这时候我教的古典音乐一点都派不上用场，竟然是敬拜赞美的音乐，一点一点的把我从低落的情绪里带起来。歌词中都是经节的话，每一句都抚慰我的心，尤其是最后一句：漫漫长夜陪你度过，他爱我，伴我一生之久。我很感谢淑芳姐的提醒，上帝借着我对音乐的敏感度和研读经节的熟悉度，用她的话语和她赐下的诗歌来拯救我。淑芳姐要我每天都用敬拜赞美的诗歌，不能让身边没有一点声音，免得撒旦借着我的情感软弱的时候来试探我，使我情绪更低潮，让自己陷入属灵征战的危险中。说到属灵征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名词呢？这是我们有一年美国明州的台福教会在 Wisconsin 灵修会的主题。那时我们留学生其实就是把退休会当作1年1次的度假，跟着教会去玩耍，顺便上课。但事实上，上帝真的无时无刻借着教会活动在装备我们，所以跟旁边说，下次的教会活动要参加。跟你后面说，每次都要参加。没想到这几年之后，这些无形的装备竟然带着我亲自经历了属灵征战的风暴。现在想一想，我唯一做最对的事情，就是紧紧抓住神，跟他说：“我是你造的，你要为我负责。在你没有给我答案之前，我绝对不会放手。”我现在分享的事情不是1、2天，也不是1、2个月，而是持续不断，每天读经祷告，祈求、感谢、歌唱、赞美。我开始感受到神的拣选和他要我做的事情，生命的破口，祷告被祷告封堵起来，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这样的属灵征战一打就是几十年、10几年。我每天的灵修祷告量是过去的好几10倍，连走路、运动、等车，一有空下来就灵修祷告、亲近神。无形中，神慢慢的翻转我的能量，也很快从经节默想和祷告中得到回应和教导。那
种感觉很像敬拜赞美团，就是转了一个音就变了一个调，然后换了一个意境一样。上帝竟然这么奇妙的用诗歌经节来带我经历他的同在，常常让我在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用交托祷告对话，在数秒钟内可以进入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有时候还会流着眼泪，内心无比的喜乐，这种快乐无法言喻。我感到喜乐的时候，回想到圣经中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曾经被抓去鞭打下监狱，但是他仍说要喜乐。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4章4到7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我虽然不知道保罗的喜乐从哪来，但我知道那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属灵朋友，包括远在美国的朋友，知道了我的事情，也默默的为我承受的苦难代祷。因此，我才能经常感受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闪避那个支离破碎的痛，也支撑那样沉重的打击，走过流泪谷，进入宁静平安，而且决定继续带着孩子勇敢地往前走。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我们一起来唱好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
把荣耀归给主。现在一定很多人为我祷告，因为我第一次把这首歌唱完，没掉眼泪。没想到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竟然有这么多天使默默地为我代祷。上帝给我的经节经常很神奇，在走路开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跳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好奇妙。最重要影响我的这3个经节是：第一个，我不但要你风闻有我，也要你亲眼见我；第二个，要休息知道我是神；第三个，去撒种。这些经节每次都以似曾相识的方式跳出来，就是大概那个样子，但是不完全是一样的字，却让我思考很久：上帝为什么让我领受这些话，而且总是这几句？每次我经历神的同在，和淑芳姐分享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上帝不会让我白白受苦，因为他在装备我，拣选我成为福音见证的精兵，也因为我愿意扛起十字架往前走，未来就有机会帮助更多跟我一样心灵受苦的人，带领他们走出死荫的幽谷，多多的去撒种。这不就是马可福音说的？让我们一起来读。有些人好像撒好土种子，他们听了信息领受了，并结出果实，有的收成30倍，有的60倍。对，就是这句话让我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去撒种。回国后，我一直在南神音乐系南神还有台南大学教导声乐和台语诗歌，从来不曾用自己的母语、客语祷告、唱诗赞美。在我不得已回到家乡的时候，我有机会参与了客家圣乐团的服事，跟着陈建中牧师和曾正中牧师学习教导客语、传福音。若不是生命中遇到这些烂事，回到新竹，我可能也没有机会用客语服事本族客家人，也成就了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说的：神的本意原是好的。在这之间，有营造公司邀请我去担任公司音乐指导，让员工学习歌唱和弹钢琴。除了音乐，他们也有自己的 gym， 有教练，可以安排运动、打球、骑飞轮、跳舞，和有身心灵的造就。创办人董事长夫妇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公司要盖好房子，就是要文化艺术生活在其中，否则房子就是空孤立。我们人也是一样。身心灵都要兼顾，有信仰也要运动，才会有健康的体魄，灵魂体都要一样健壮。上帝借着我在教会的服事和工作，明白了去撒种的意义。我遇到的几位基督徒董事长们，先蒙受神的祝福恩典，在创立企业的同时，也谦卑地服侍着身边一同打拼的伙伴，希望大家喜乐地走在属神的道路上，福杯满溢。相片中右边是我2023年跟着客家圣乐团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参加全国客家宣教大会。那左上方是在 YMCA 的跟 YMCA 合唱团在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弥赛亚》，我是穿蓝色礼服第一排solo 的。右下角是营造公司他们举办的歌唱观摩和员工参会，每一位都跟我上过课。上帝借着圣工和教学，让我代职服侍他。接下来是要休息，知道我是神。我的原生家庭的爸爸号称开5金行，生了4000斤，加上孔金的妈妈，共5斤。那爸爸忙着工作，所有家事都由我们4姐妹来帮忙，换灯泡、用电钻打螺丝、钻洞，还有新年拆洗大扫除都是自己来。当我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是自己想办法，努力去解释沟通，哭到眼睛红肿，声音沙哑，影响我的视力演出，还经历梅尼尔氏症，一转身就天旋地转，压力之下头发也像化疗一样一把一把的掉。那时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忧伤的灵蚀骨枯干，完全无法靠自己，只能安静祷告，求主止住我的眼泪，医治我。其实上帝早就告诉我了，要给我经节，叫我休息，知道他是神，因为他掌管一切，只要我静默不出声，他必为我征战。阿们。是我自己耳背听不下去神的提醒，所以在座的年轻人要记得圣经的提醒，不然就白走很多冤枉路。好，现在在座的可能有没有最年长的，有没有70、80岁？好，
我们都是年轻人哦，这是彭蒙慧老师说的。他在一个影片里面录音说：“大家好，我是彭蒙慧，我现在89岁，我在为台湾工作。你们年轻人呐、要加油加油再加油！”所以我就发现我是年轻人，我好年轻哦，跟他比起来，所以我常常用这句话鼓励那些告诉我他们已经老了、没力气的70、80岁的长辈们说：“你是年轻人哦，少年郎要加油。”还有一次，高雄台福教会戴家庆牧师邀请美国爱恩台福教会的胡忠伦牧师回来布道。胡牧师曾经是我明州台福教会的关怀牧师，他和蔡茂堂牧师曾经当年带领我们的属灵征战的主题灵修牧师。他耳闻有关我的事，布道会后我一见到他就抱着他大哭，好像小女孩看到爸爸道尽了所有的委屈。可是你知道布道会完一堆人在排队，有没有？牧师就很紧张，等一下后面的人都排不到了，因为我一直哭。那次见面，他给我的鼓励的话语是给我一次很大的翻转。他知道那时候的我失去了信心和盼望，但他问我：“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人格特质？”我一边流泪，一边想，一边回答：“大概像太阳一样温暖的 sunshine， 仁慈、有爱心、有信心又勇敢，充满盼望。”这个 wish 好像太多了哈。牧师说：“很好，你就这么跟神求，但我也这样为你代祷。但是你要先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孩子就很自然地继承了你留给他的人格遗产。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我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退。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掌声归给主。是的，不是我抓住他，应该是说不只是我抓住他，还有上帝也找到我。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慢慢为欧贝灯彩色，黑白变彩色的啊。接着灵修祷告，还有运动，加上重力训练，我连复健10几年的肩颈酸痛都慢慢恢复了健康。我现在不需要再去复健室了。人生呢有选择，你不运动就去复健，
或者是你选择好好的运动，不用去看医生。过去我看视自己是失败者，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宝贵的，内心拒绝自己，自我形象低落，成为属灵的孤儿。虽然我曾经是火热的第一代信徒，信主快20年，却没有在信主的爱里扎根，也没有找到自我认同的方式，过度注视在自己的软弱和缺点，而缺乏安全感，常常对处理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但神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从遇见神营会和医治释放特会，慢慢的把我里面的问题一一显现，让我看见，教导我如何拒绝撒旦的谎言，面对恐惧和欺骗，选择依靠真理，用信心来挑战。曾经因为婚姻的失败发生巨变，产生了苦毒，心生抱怨，但上帝教导我，没有造就人的话，一句都不要说，一句都不要出口，要我拒绝苦毒，选择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我刚回到新竹的时候，跑南部教学，内心的苦闷加上赶车的劳累，经常身心俱疲，睡眠不足。属灵朋友鼓励我要把每次南下当度假，顺便来唱歌教学赚钱。这是喜乐岛教会李牧师有一次遇到我，帮我拍了个度假风的照片，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还有些跟我上课的学生有着特别的身份，他们有的是董事长、退休工程师、园区的主管，一辈子本来没有机会开口唱歌，有的自认五音不全，来找我拜师学唱。经过练习后，每一位都能列出几10首的歌曲清单。这样特别的师生和友谊，也让我有机会跟着开眼界。我跟着开学、开帆船，吃米其林大餐，在度假上课中享受美食跟美酒。当我的内心进入神的同在休息，与神同行的好处，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淑芳姐告诉我，只要我把上帝的事当作我的事，那么我的事就是上帝的事。每个坚韧的工作都是神交付给我的专任职位，我就这么忠心的去执行。Do y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每天都更新自己，尽心尽意爱神，并全力以赴。我非常感谢我娘家的姐妹，还有我的姐夫妹夫，他们常常给我全力的支持帮忙。在我教学演出的没有空的时候，他们都带我的孩子去吃香喝辣，住豪宅。那么我的爸爸看起来是回去跟上帝喝咖啡了，但是他却用他最后面最珍贵的2年陪伴我。那么我也因着上帝给我的语言的恩赐，有机会受邀于东京、北海道参加台日音乐交流。借着这些演出机会，上帝招待我好几次去日本旅行，欣赏美丽的紫藤花和樱花。神奇妙的带领让我知道马偕医院员工圣歌队每周的员工礼拜敬拜赞美献诗。相片中是马偕的下面这一张马偕的前院长、主治医师和院牧部的牧师同工。医护团队不但拯救性命危急的人，也拯救人的灵魂，服侍身心灵软弱的人。前几年我们一同经历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彼此守望代祷，和员工圣歌队的革命情感，可以用一同出生入死来形容吧。带领我的淑芳姐自己先打赢了她的属灵圣战，然后带她的先生回到主的面前悔改，一同被圣灵呼召成为传道人。2017年7月，右上方的相片，陈永斌牧师正式于高雄灵雅信义会封牧，我特地南下献诗祝福，见证荣耀神一切作为。他们也继续带着许多心灵受苦的人，拿着属灵的宝剑和盾牌，继续打那属灵的胜仗。2023年，我们全家去参加他们的女儿伊印的婚礼。去年他们升格当阿公阿嬷，我亲眼见证一个原本破碎的家庭如何被神翻转使用，成为多人的帮助与祝福。那以前我看孩子们就觉得失去父亲的孩子真是可怜又无奈。后来被主转化后，我看见上帝是特别拣选我的孩子的恩典，他们将来可能会接受上帝安排的魔鬼训练和特别的装备，未来同理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也要谢谢我的孩子们一直跟在我的身边，让我为母者在软弱中见刚强。因为有他们，我没有失去活下去的盼望。
我的2个女儿现在都长得比我高了，我已经很高了。我165公分，大女儿176，小女儿167。不是我养的，上帝养的。接下来是陪伴我10几年改革中新竹教会的主任牧师爸爸妈妈，他们不但是我的属灵属灵遮盖，也经常为我带祷关怀。还有我的 RPG 伙伴，是我最强大的应援伙伴，每次到外地的演出、教学、服事，都有他在背后带祷的双手为我的平安守望着。途中是今年暑假特地相约度假，参观奇美博物馆的特展，而且我们很 holy 的在 hotel 里面 RPG。金陵属灵征战的我，深深感受到，基督徒不只是把未信者、慕道友带进教会来听牧师讲道、唱歌、奉献完唱阿门，就散会、吃完爱宴，拜拜，下周见。我们来到教会，是借着神呼召，用呼召的牧者，用属灵的灵粮来牧养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为自己，也能为别人带祷，彼此鼓励，互相打气，成为应援队，一起打赢属灵的胜仗。这是我从那个12强棒球比赛 Team Taiwan 中看到的能量。好，请你跟旁边人说，你是我的应援啦啦队。好，跟另外一边人说，我也是你的应援啦啦队。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属灵征战真的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疫情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看不到病毒，也看不到撒旦，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被他叼走，因为我们都在跟死神拔河。今天见证分享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关乎我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我感受到好消息电台里面的 Joyce Meyer 牧师在分享的一个意念。有时候我虽然很努力，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仍然感受到上帝会在我旁边拍拍我肩膀说 ：“Annie, you did a good job。”我只看自己的努力和所拥有的一切，不再要求自己成为不能犯错的人，也放过那些身边得罪我的人。今天我可以选择那些得罪我的人，任何一个都不会让我心情不好。我也可以选择每天跟上帝同行，为孩子的父亲和他的家族代祷。因为13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过着浪子的生活，在外漂泊，家人完全无法理解他的选择。孩子的父亲虽然是基督徒，但也跟旧约圣经中列王记里面的南北国一样，会遇到征战。但我相信，只要他愿意，一样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大能，选择回到主面前悔改过得胜的生活。阿们。在约伯记42章第5节这么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的朋友都说，被主转变后的我真的很不一样。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国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国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阿们。我们真的靠着耶稣可以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觉得基督徒没有什么好觉得高举的，或者是觉得很骄傲的，真的就是只有耶稣，我们才会不一样。上帝不但是6000年前造亚当夏娃的神，
2000年前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复活的主，更是在21世纪今天拯救我，脱离撒旦谎言，赐下天使带我走出死荫幽谷，翻转重生的神。真神的拯救让我跟许多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一样，从没有希望的痛苦中死里复活，有了重生的生命。当一切回归到感恩，我竟发现原来在我身边有这么多也是跟我一样辛苦的女人，饱受婚姻的伤痛，独自带着孩子辛苦的过日子，更有一些我们教会客服班的孩子家庭失去双亲的功能，辛苦的成长。我经常为他们流泪代祷，求主恩待这些孤儿寡母，在神的看顾之下顺利长大，装备成为神的孩子，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都得益处。阿们。当我下决心以爱的态度去面对一切，在爱里成全了上帝的心意，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消除了怨恨苦毒，在爱里没有计较和忧虑，一股喜乐的泉源就涌入心头。过去那些哀哭都变成珍珠，可以开心的跳舞。在我哭的时候呢，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哭，不要哭，眼泪都变珍珠。”我好感动哦。下面那一句会让你吐血，越哭越像猪。神的爱让我全然相信，真神的祝福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也把这些本来不属于我，但上帝却大大加添给我的福分，与更多需要的人一起分享。我更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安排一个跟我同心相爱的人，同心走在追求主的路上。但如果刚好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搭配我这么高拐，我想上帝也可以希望我一个人过得很快乐很好。我也愿意像 Mother Teresa 或者彭蒙慧老师的脚步来跟随神服侍主，为内心痛苦的人代祷，因为我们顺服就蒙福。阿们。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也像我一样曾经心灵破碎，不知道怎么祷告，可以请牧长带领你，求圣灵亲自赐下恩典降临，医治你心中的伤痕。如果你没有痛苦的经历那我要更为你感谢主，因为我们是福杯满溢，还可以去帮助身心灵缺乏的人。主的爱如镜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镜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触摸，
只有属耶稣基督的孩子有这样的恩典，可以被医治。我的专业是古典美声唱法的演唱跟教学，但是今天在神的国度里，我要大大的感谢神拣选，让我能够用声音来赞美他。虽然今天唱的都不是我的专业演唱的内容，但每一句的歌词和旋律都深深的触动我的心。也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开口都是造就人祝福的话语跟歌声。我曾经为了所失去的感到不满抱怨，到现在我为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来感恩，感谢每位在身边还爱着我、愿意关心我、照顾我的天使们。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学习感恩，好好享受生命。讲太多话真的会影响唱歌。我本来很爱讲话，但是上帝派我去唱歌，没有空讲太多的话，废话。如果想要说出造就别人的话，可以先来唱刚刚我们这一排的教会诗班哈，或者是刚刚这一排的敬拜赞美团，多多练习共鸣，才能更多的造就别人。或许你的朋友在重病，曾经婚姻陷入危机，家庭经济出问题，中年失业，在哀哭中自怜自爱，怨天尤人，沉溺在自己伤害的情绪里，看不见希望，充满恐惧，还有羞耻，心生苦毒、恼恨，开始怀疑神，离开教会，离开神。这时候，我们要站出来，求神扭转我们的困境，转化我们的情绪，从哀哭中跳脱出来，数算恩典，感谢赞美，抓住神，仰望耶稣，勇敢去支取那永远不变、永不枯竭的恩典。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如同大卫以坚定的语气说：神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愿每位神的儿女都能经历神的恩典，享受主爱。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是上帝的仆人江义君，今天在神所爱的富强长老教会分享神如何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愿以全能永活的真神赐给我的声音来见证赞美我们的造物主，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耶和华。上帝祝福大家平安蒙福。我们真的感谢主啊，有今天这个机会啊，江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将他最美好的歌声奉献给神，也造就大家，特别是他的见证。那以下牧师做一个回应，然后我们要来为江老师来祷告，也为我们每一位领受这样的信息、见证得到激励来祷告。那我们要将这个回应诗歌放在后面，我们也请在场的敬拜团等一下可以带领我们唱这首刚刚我们唱过的《我要一心称谢你》哈。我们也请同工可以有音乐先开始哈。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了江老师的见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欣赏到他优美的歌声？或是你看到他的笑容，觉得他是阳光灿烂？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这10多年来，神给他，并不是每一个道路都平顺的。但是神没有放弃他，重点是江老师他也没有离开神。我们有一首我们很古老的诗歌，它的歌词这样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换句话说，一颗橄榄青涩很难入口，但是它被压碎成为那个橄榄渣的时候，它会有油流出来。葡萄它进入酒榨的时候，它会发酵成为美酒。刚刚我们听到了
姜老师他在做见证。也许大多的人感受到他在前半段的人生是人生的胜利组，每一次都很顺利、很成功。音乐科班出国留学，得到博士，不就是人生最美好的追求吗？但神好像在他身上放下了很特别的旨意，因为也不是他犯什么错，也不是他故意去做什么样违背的事，只是这样的艰难、困苦、低谷临到了他。我们都知道，一个蚌壳有沙子跑进去了，会疼痛，会受伤，但是因为它分泌了一种很特殊的材质来包裹那个沙子，后来会变成珍珠。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在神面前回应神的呼召。就刚刚像姜老师所说的，我们人生不同的苦处不一样，有的是在婚姻，有的是在家庭，有的是在经济，有的是在健康，有的是在人生的道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弟兄姐妹，是不是你也回应神说：神啊，我要在你面前，我要从听闻有你，今日我要亲眼看见你。主啊，我不要一直在哀哭愁苦中，我要从哀哭变为跳舞，从麻衣脱去，披上喜乐。弟兄姐妹，无论是年轻或是年纪大的弟兄姐妹，愿今天的信息，今天的分享，我们听到姜老师他用快乐的声音唱出来，他用喜乐迎接挑战。我们要跟神说：神啊，不管我遇到的困难跟挑战，甚至是伤害是什么，我要得到像姜老师一样，从神得到满满的产果、医治，以及重新再来。我们弟兄姐妹也像刚刚的信息所说的，如果你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挑战、伤害，但是你跟神说：是的，让我成为像一句老师在面对最困难低谷的时候，有属灵的同伴成为他的帮助，带导者 RPG 的同工，带领在身边的遇到困境的人，遇到艰难的人走出难关，得到神新的力量。愿神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圣灵感动，让我们一起同得造就。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再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在江怡君老师身上所施行的美好的恩典跟旨意。主，我们相信你也不愿意看到江老师他曾经遇到人生最大的挫折，所以你用双手扶持他，保抱他，让他因为看见你的同在，从哀伤变成跳舞，从愁苦变为喜乐，也从他的音乐专业栽培很多人，进一步成为你的使女，将生命见证分享给许多的人，鼓励鼓舞许多人。主啊，让我们也学习，我们不会自怨自艾，因为人生的愁苦跟挑战，特别是黑暗的势力，常常横阻在我们面前。求主让我们因为有主同在，我们能够超越这些困境，我们能够从哀哭变为跳舞，
也能够看见神的应许，我们从愁容满面变为阳光喜乐灿烂。所以我们特别为江老师祷告，因为他在专业上的工作能更加得神的祝福，造就栽培许多音乐的人才，很多的会众。也求你透过他，将生命的见证化为每一颗一颗一颗的珍珠，分享给许许多多需要造就栽培跟激励的人。也求你保守他身心灵都平安健康，更有神的喜乐在他身上。也赐福他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有神特别的保护跟照顾。特别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你手上，特别我们也关心教会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有的在医院，有的还在治疗，特别有癌症的病痛在身上的，求神亲自赐下医治，赐下平安，赐下信心跟喜乐在他们身上。我们有为我们教会在春季推动了一连串的造就、栽培课程以及查经课程，也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大家同得造就跟栽培，有美好的成长，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门徒，一生荣耀你。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一首回应诗，我们也请同工友拿麦克风一起来带我们唱。我们坐着唱这一首，我要一心称谢你。那我们也要把握时间一边我们唱诗歌，我们就来收奉献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兴长老。我们唱这首，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无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一起用华语来读一次。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我简单来报告，下周的司礼是胡信昌长老。肢体交通，第一，本会今日2堂礼拜，我们欢迎江怡君老师来主领诗歌见证分享会，并指导圣歌队的献诗。我们非常感谢他，也愿主坚固他的手所做的工。下礼拜2月23号，我们将召开定期的会员合会，当天只有1堂的礼拜，请全体会员准时参加。礼拜后有提供午餐便当。若是有需要请假的会友，请向小会书记荣泰长老请假。代祷团的消息，本年度耶稣受难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将于3月10号到4月18号来进行，邀请兄姐踊跃报名参加。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好弟兄姐妹，感谢江怡君老师来到我们当中。那有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我们的林清长老是他的大学同学。这一次本来是邀请江老师来指导我们的圣歌队，期待未来的日子，我们在明年要庆祝50周年嘛那圣歌队是我们教会的宝贝所以特别要来提升他们的实力啦所以江老师他本身有这样的专业本来是说1个月来邀请他来1次指导，但是时间上至少1季了1季能够来。那林清老师还有我们的队长听到在跟他接洽的时候，就听到了江老师他的见证，认为说歌声很美，但是如果见证会更好所以特别在今天他第1次来指导我们圣歌队，也在今天我们把它举办类似福音主日一样大家一起同他的见证得到一些造就所以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江老师在我们当中谢谢。也愿神赐福他了在专业上他已经驾轻就熟，但是能够在各教会各地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让他的经历成为美好的祝福在每一个听众身上那牧师再做一点点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刚刚有没有看到这个灯光照在江老师唱歌的时候，蛮有特别的那个特别的效果，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这些整个投射灯都换新的。那不是为了换而换，因为我们的教会这些灯光已经10年了那些连线或是操作都已经是旧的软体了，所以我们借由因为有损坏了，所以我们就为了庆祝明年的50喜年，我们就提前先把这些灯光来做更换但我们还在操作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气氛的场景可以变换期待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在敬拜当中得到更多的一个激励跟祝福那我要几张那个图卡来做一个提醒，特别是有一些造就的课程了这我们就看这一张，我来贴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门徒学校，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一阶段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班已经进到4、5周了。但是我们的进阶班，等于就是我们的侍奉班3月9号要开始。那这些进阶班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你已经上过我们的基础课程18周、20周，现在可以进入到第2阶段，就等于要成为同工啦，成为服侍者啦所以呢，我们期待有这些学员能够参加。第一个是你去年上过第1期的，现在来上第2期。第二个，我们的小组长请推荐那些干部，还有要参加信务小组的同工的，还有包括我们这些长职或是侍奉团队的，我们可以推荐他来读，因为里面有很多怎么样来服侍，特别是你怎么跟别人同工情绪怎么控管，大家彼此怎么样去交换意见
这些都是很棒的学习哈。其实这个在你的职场上也很有帮助啊，所以牧师特别推荐鼓励大家来报名，等于是你第一堂礼拜先参加这个课程，然后结束来参加第二堂礼拜，都不会影响你太多的时间哈。这个请大家也赶快来报名，因为要准备教材。那这个是我们在春季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课程了哈，就是我们的加拉太书的查经班由我们曾牧师来主领，他有2个班哦，一班是早上的10点，一个是晚上的8点，我们要在3月12号开始到6月等于3个月哦3、4个月。那我们会在礼拜三的晚上来举行，我们请大家也一起来研读圣经让圣经能得到更多的造就。刚刚好像也有另外一个是约翰福音的，我们跳一下，请同工帮忙。约翰福音的研习是在礼拜四，约翰福音的研习是礼拜四这个课程是比较密集，但是时间长一点，也就是说每一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只有10周的样子我们请大家也欢迎在礼拜四3月6号开始到5月22号，我们礼拜四晚上要提早6点半就开始，因为这个课程可能会有外地的人要来因为你如果晚一点开始，结束的时候要回家很晚了，所以会用6点半。所以要参加报名的赶快我们有 QR code 可以报名，但是特别你要来聚会前呢，先吃点东西不然会到晚上到9点才结束哦好，那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还有一个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信实连锁祷告会连锁祷告的图卡，连锁祷告就是我们从我们的3月10号开始到18号有连续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那我们看到那个后面贴到最后面有一个墙壁的照片墙壁那个贴那个签名的照片就是我们在楼下1楼的那个木板的墙有一个一个表格，请大家踊跃签名无论是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还有早餐、午餐、晚餐，如果能够1餐至少但是2餐、3餐更好签名在上面，我们到时候推动的时候就会开始要轮流连锁来做祷告好，最后记得我们下个礼拜是和会所以只有1堂，所以我们习惯10点50才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第2堂的弟兄姐妹要提早起床9点来做礼拜。那我们有一个和会的过程，前面做礼拜，后面是和会那一天也有一个便当要提供，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那么赶回去了如果真的有困难不能来的，请记得跟小组长或是跟办公室来做请假的动作，那这样我们整体的会友的人数才能够做控管才能够整理出开会的一个合理的人数期望大家为这样事情来祷告好，我们就报告到这边我们请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结束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赠送你，我要天天赠送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带领，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